喺一個好遙遠嘅魔法森林入面，住咗一隻叫阿強嘅微尼特角獸。阿強雖然身形好似一隻貓仔咁細，但係佢嘅意志非常之強悍。有一晚，森林入面突然出現咗一隻好兇猛嘅暗影魔獸，佢想將森林入面所有嘅花草樹木都踩爛。啲大隻嘅動物見到都嚇到擰埋晒，唯獨是阿強一個衝出嚟。佢對住魔獸大聲一搖，頭上面嗰隻角爆發出閃耀嘅雷電，嗰股力量強大到連地級都震動埋。魔獸被呢股強悍嘅氣勢嚇到即刻逃跑。阿強用佢嘅勇氣證明咗，只要個心夠強大，就冇嘢可以難到你。而家森林又變返好安靜，阿強就係月光之下守護住大家嘅夢境，等每個人都可以發個好夢。